歡迎收睇 Learn Cantonese Literally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個秘密。今日係4月15號，亦都係我嘅生日。大家請留意以下嘅詞語：今日、今日、生日、生日、願望、願望、幫、幫、實現、實現、緊、緊、其實、其實、一般、一般、好好咁、好好咁、所以、所以、支持、支持、重要、重要。我有一個生日願望，唔知你可唔可以幫我實現呢？如果你學緊廣東話，或者識得學廣東話嘅朋友，我可唔可以邀請你哋訂閱我個頻道啊？其實香港人一般會講，我可唔可以邀請你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啊？我真係好想好好咁搞好呢個頻道。所以你哋嘅支持係好重要㗎。你呢？你幾時生日啊？今年有乜嘢生日願望呢？快啲留言話畀我知啦！多謝收睇，讚好留言，快啲訂閱 Learn Cantonese Literally 啦！